榮獲提名最佳燈光設計包括陳卓華、完美正宮、蕭宣 production。係第782日，由我行入警署嗰一日計起。楊子欣餐廳公車草皮條。葉俊霖、岳之華、偽君子劇團。你人指甲牙齒琳琅滿目，吹笛者將蛇隨便舞動捲曲。好，我哋有請小蕉幫我哋揭曉同埋頒獎。第一題。第33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燈光設計得獎者，我今日讀葉俊霖、岳之華。得獎嘅 Rachel， 恭喜晒！好，請你講下得獎感受。好緊張。多謝企協，多謝評審俾呢個獎我冇諗過。多謝偽君子劇團，多謝同我一齊創作嘅創作團隊啦，有 Alison、Melissa、阿 Jade， 多謝一眾所有嘅後台。我諗唔到。我想多謝我係好想多謝導演黃晴欣嘅，因為我覺得係岳之華可以喺一個展覽廳咁樣嘅地方出現啦，跟住可以以咁樣嘅成果出現，我自己係覺得好神奇。我覺得佢個 vision 係令到我哋個舞台美學仲有咩成功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。多謝大欣。多謝一班超級 supportive 嘅演員，岳之華嘅演員，同埋一眾超強勁嘅後台啦，同埋我想多謝自己嘅 lighting team，我嘅 PE Daisy 啦，同埋一眾嘅 crew 啦，同埋幫我 program 嘅 Samson， 係同埋我想多謝我 APA 嘅所有老師啦，尤其是Leo 老師啦，去到而家仲即係喺我迷茫嘅時候陪我飲酒咁樣。咁我仲想多謝所有用過我嘅導演同埋所有我哋合作過嘅團隊啦，因為我知道我仲年輕啦，但係即係所有嗰啲經驗都係一啲好重要嘅養分。我仲想多謝嘅就係其實我到而家啦，即係我入咗行唔係好耐啦，但係我有好多唔係呢行嘅朋友同埋屋企人，其實都唔知我做緊咩。我次同佢講我做燈，即係可能要即係換下燈膽啊，做下嗰啲室外設計嗰啲燈咁樣。我想喺度同佢哋講，我係做舞台燈光設計，我係一個燈光設計師。同埋我知道我仲有好多空間可以進步啦，我會一路努力，我會做好啲燈。多謝大家。